大家好，我是丹森丹大，欢迎收看单打独斗的波罗蜜多总译初级课程。这一次呢，我们要来学的呢是这一本 KJ 简巴达给写的帕钦基敦波罗蜜多总译。由于帕钦波罗蜜多这一门学科呢，在我们甘丹寺北顶学院要学6年，主要呢是以学习宪官庄严论为主，所以呢，帕钦基敦呢，有人也会翻宪官总译。那这本 KJ 简报打给写的帕钦基敦是我们甘丹寺北顶僧院改编讲在扎仓的不共教材里面呢，它有收录了缺库尔基敦法轮总译、杨达他基敦正编总译、森叶基敦发心总译、高尼比基敦第2品的总译、高西比基敦第4品的总译，以及长叶基敦了不了义总译。这个系列呢是初级课程，所以我在讲各个总译的时候呢，不会从头到尾把它全部讲完，我会先把里面的重点、基础的概念以及字中的部分呢先截取出来，介绍给大家认识。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再深入的、详细的上进阶课程，届时呢，我们再逐字逐句的从头到尾，把这些总译给上完。好，我们来看缺库尔基敦法轮总译。好，我们来看法轮总译三在宣说总译中，松巴基登谢巴拉在讲法轮的总译呢，出过给称尼法轮的象性，耶瓦分类，长内给对以 k 巴拉疗愈不疗愈经的差别，缺碰给称法院的剂量，出过给扎先啊嘞法轮的字面解释等5个。好，那第一个呢，党本呢，第一个呢是在讲法轮的象性。噶当蓝须给温度更容易对比单却缺库给称呢。经和到位的县官其一所设之正法为法轮的象性。所以呢，法轮呢，要不然就要是经，不然呢就要是到位的县官。这两者其中一者所设的正法呢，才叫做法轮。那这边的经指的是什么呢？尬这个字在藏文里面，它有命令、教诲它也可以当经。那这边呢是当做经。那尬呢是指说，只要它的作者是佛，那这一本著作或者是这一番话、这一席话呢，就叫做经。所以呢，像我们现在在学宪官庄严论，那宪官庄严论它本身是不是经？这个就会有2派的看法。有一派的呢就认为说，它的作者持世弥勒呢已经成佛了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就已经成佛了，只是现在示现为菩萨相所以呢，他著作的这一本宪官庄严论或者是慈世无论呢，都是属于尬，都是经。那另外一派呢，就认为说，慈世弥勒呢还没有成佛，所以呢，他所写的慈世无论呢，都不算是尬，都不算是经，这个就会有2派的看法。所以总而言之，回归正题，一本著作、一席话，它是不是法轮，它是不是经就要去看它的这个作者呢是不是佛。只要他的作者本身已经证得佛果位，已经是佛的话，那他的这个著作呢就可以叫做经，就是这边的尬。那到位的县官蓝须给温度它其实就是指道。所以有学过萨拉姆地道的朋友呢，应该就学过道、县官、治这3者是同义的。所以到位的县官，简单的讲就是指道。所以呢，道的象性呢是指无造作的出离心所摄持之智。这个是道的象性。所以呢，只要它是道呢，就是到位的县官所设的正法，那也就是法轮。如果是道呢，就一定是到位的县官。好，那我们来看第2法轮的分类。尼巴尼德拉耶呢，都比缺扩当，容易缺扩尼嘞。所以呢，若将该分类，这个该指的是法轮。如果我们把法轮分类的话呢，可以分为2类，是哪2类呢？一个是正知法轮，以及教知法轮2者。好，那
第一个政治法轮它的象性是什么呢？当波尼蓝水给公巴多贝对比咱缺的多比去库给钱尼啊，所以呢，第一个呢，到位的县官所设置政法该为政治法轮的象性。所以我们看到说，上面法轮的象性，他说，经和到位县官其一，他们两个其中一者所设的政法呢是法轮，所以呢，到位的县官所设的政法呢就是政治法轮。那佛的经所设的这个正法呢，当然就是教之法轮。所以呢，只要是道，到位的县官所设的正法，只要是道，它就一定是正之法轮。这边的道呢，指的是无道那个道，也就是说，由不造作的处理性所摄持的这个智呢，就是所谓的道。那我们往下看，德拉耶呢，兰蒙阿松中啊约，如果呢把政治法轮分类的话呢，好，若将该分类，这边的该呢指的是政治法轮，所以若将该分类呢有5、3、15道。那什么叫做5、3、15道呢？5、3、15道就是指说5道，然后把它乘以3，然后呢一共有15个，所以5道呢指的是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跟无学道，然后这个3呢指的是3乘，也就是声闻乘、独觉乘跟大乘。好，所以呢声闻乘呢有声闻乘的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跟无学道5道，独觉乘呢也有独觉的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跟无学道5道。那大乘呢也有大乘的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跟无学道。好，所以呢一共有15个道。既然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就会想说，那如果是政治法轮呢，是不是就一定要是这15道其中之一者？好，既然它可以把它分类成为这15道，那是不是只要是政治法轮就一定是这15道其中之一呢？好，其实是不一定的。这边讲说，多比缺库的因啊，南阿松中阿波港容因被马卡的。天자 준비 또방원도 소에 텐칠란도 주카메 가사기 주기 캠바데 람가손 종아 강롱 마인데 데 년투게 랑가보 강롱 마인 바 강하시 란지게 랑가보 강롱 마인 태칭이 람가보 강롱 마인 비실。好，这边他讲说，若是政治法轮不被视5、3、15道其一周遍，因为呢先前已经经过小乘阿罗汉之正的。即将确入大乘道的普特伽罗的相续的智，该不是5、3、15道其一。为什么呢？因为该不是声闻的5道其一，而且呢，也不是独觉的5道其一，不是大乘的5道其一之故。好，所以呢，我们来看先前已经经过小乘阿罗汉之正的，即将确入大乘道的。普特伽罗的相续的智，好，这一段看起来非常的长，那我们一段一段的来拆解。某位行者，他过去已经证得小乘的阿罗汉果位，好，所以呢先前已经经过小乘阿罗汉之证，好，所以呢他有可能是先进入了声闻道，然后呢获得声闻阿罗汉果位。那有些呢可能是进入独觉，然后呢成为独觉阿罗汉。所以呢，已经先证得小乘阿罗汉果位的某位行者，那他继续持续的修行，升起了大悲心，然后呢，升起了造作的菩提心，很快的就要趋入大乘道，要升起不造作的菩提心的这位普特伽罗哈，这位普特伽罗他相续的智呢是道是正知法轮。但是呢，它并不是这5、3、15道其中之一。好，那为什么它不是这5、3、15道其中之一呢？我们上面有讲到说，35道呢是指声闻的5道、独觉的5道跟大乘的5道。好，它并不是声闻的5道其中之一，也不是独觉的5道其中之一，也不是大乘的5道其中之一，所以它并不是这15个其中一个。好，那为什么不是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好，第一个。该不是声闻的5道其一成立，这个原因是成立，这个因相是成立的。为什么？因为该不是声闻的相续的智之故，后面2个也相同矣。好，藏文呢是当不住的，但念推给举给看吧，马因比是，好，西玛尼来样人掌握。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哈，先前已经经过小圣阿罗汉之证的即将趋入大乘道的普特伽罗相续的智，为什么不是声闻的五道呢？因为呢，声闻的五道道任何一道都一定是要声闻相续的道。那独觉的五道其中之一，也一定要是独觉行者相续中的道。好，那大乘五道其中之一，当然也一定要是大乘的普特伽罗菩萨或者是佛相续的道。好，那现在这位先前已经经过小乘阿罗汉之证的，即将趋入大乘道的普特伽罗，他并不是声闻，也不是缘觉，他也不是大乘的普特伽罗。所以呢，它相续的这个智这个道呢，当然就不会是这15道其中之一。那为什么它不是小圣行者？它为什么不是声闻，也不是独觉呢？好，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哈，当它是即将趋入大圣道的普特伽罗怎么说呢？他先前已经证得小圣的阿罗汉果位，所以他在证得小圣阿罗汉果位的时候呢，他的确是小圣的行者。如果他是声闻的阿罗汉，他是声闻行者；他如果是独觉的阿罗汉呢，他就是独觉行者。那他相续的道呢？如果是声闻阿罗汉，他相续的道就是声闻的无学道；如果是独觉阿罗汉的话呢，他相续的道呢，当然就是独觉的无学道。但是呢，他获得阿罗汉果位以后，继续的修持，然后呢，当他升起大悲心的时候呢，他的大圣的种性就苏醒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脱离了小圣道，他就不能够叫做小圣的行者了。那他继续的修然后呢，升起了造作的菩提心，但是呢，这样子还不能够算数趋入大圣道。怎么样才可以叫做趋入大乘道？什么样呢才叫做获得大圣的资粮道呢？就是你最初发起无造作的菩提心的时候呢，你什么时候升起无造作的菩提心，那一刻就是真正的进入大乘道，就是真正的菩萨，就是真正的进入了大圣之门。所以呢，这位先前已经经过阿罗汉果位，可是呢还没有升起无造作的菩提心，他即将很快下一刹那下一秒就要升起无造作的菩提心的这位行者呢，由于呢他的大圣种性已经苏醒了，他已经离开了小圣，但是他又还没有升起无造作的菩提心，因此呢他还不能够算是真正的趋入大乘。所以呢，这个阶段的这位普特伽罗，他相续的智呢是正知法轮，但是呢，而且他不是声闻，他也不是独觉，他已经不是小圣的行者，所以他相续的道不会是声闻的五道其一，也不是独觉的五道其一。那由于他还没有升起真正的无造作的菩提心，还没有进入大乘，所以呢，因此呢，他相续的道也不是大乘的道。这位行者他相续的智呢，并不是这35道其一，但是呢是正知法轮，是智。好，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一节的重点整理哈。第一个，经的作者呢一定是佛圣者。这本著作这席话算不算经，算不算尬？就是看他的著作者，他的作者是不是佛圣者。所以如果是教之法轮呢，一定是经，它的作者呢一定要是佛圣者。教之法轮呢与经是同义，两个是一样的。再来第二个，道呢指的是无造作的出离心所摄持的智，这个就是所谓的道。所以呢，三智、现观、道、正知法轮这些都是同义。所以上面有讲到说，道位的现观所摄之正法是正知法轮的象性，所以是不是正知法轮，就看它是不是道，是不是智，是不是现观。再来，如果是正知法轮呢，不一定是15道其一。所以这边的15道呢，再复习一下，就是刚刚上面讲到的声闻5道、独觉5道大乘5道。5道呢，分别是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跟无学道。那如果是正知法轮，不一定是15道其一，要安立什么呢？先前已经经过小圣阿罗汉之证的，即将趋入大乘道的普特伽罗的相续的智呢，是正知法轮，但是呢，它不是15道其中一者。
好，那为什么它是正之法轮，但不是十五道其中一者呢？来，首先，先前呢已经经过小乘阿罗汉之证的，即将趋入大乘道的普特伽罗的相续的智呢，是道，好，它是智，是无造作的处理心所摄持的智，所以它是道，因此呢，它是正之法轮。好，再来。5、3、15道其一，好，所以如果是声闻的5道其中一者呢，一定要是声闻相续中的道；如果是独觉5道其中一者呢，一定要是独觉相续中的道。那如果是大乘5道其中一者呢，就一定要是大乘行者相续中的道啊，也就是菩萨相续中的道，或者是佛相续中的道。那先前已经经过小乘阿罗汉之证的，即将趋入大乘道的普特伽罗呢，已经是大乘种性的苏行者，马上就要进入大乘，所以他已经不是小乘行者了。因此，他相续中的道呢，不是声闻相续中的道，也不是独觉相续中的道。好，所以呢，当然就不可能是声闻的5道其一，也绝对不会是独觉的5道其中一者。但由于呢，他还尚未进入大乘道，因此呢，他相续中的道呢，并不是大乘行者相续中的道，所以呢，也不是大乘的5道其一。好，所以呢，如果是道，如果是正知法轮呢，并不一定要是这15道其一。